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各位香港人，你們每天都在抱怨，甚至想要逃離的這座城市，在一個外國人的眼中，竟然是一場足以改變人生的震撼教育。今天，我要給大家看一個在國際網路上引發軒然大波，甚至讓無數海外華人看到流淚的故事。有誰能想象，僅僅一段短短5分鐘的香港空拍影片，竟然能徹底顛覆一個紐約女孩的價值觀？你們總是說香港已死，說香港是文化沙漠，說這裏只有令人窒息的鋼筋水泥和冷漠無情的人心。但是，你們真的看懂香港了嗎？你們是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？這支影片絕對會狠狠打臉那些整天唱衰香港的人。故事發生在紐約布魯克林，一個夜晚一如既往籠罩在雜亂、喧囂甚至有些危險氣氛中的地方。汽車的喇叭聲此起彼落，遠處傳來警笛聲，街角堆滿了垃圾，人們匆忙且防備的腳步聲，以及從地下酒吧裏傳出的沉悶爵士樂旋律。對於從事影像創作的紐約女孩莉莉來說，這是她再熟悉不過的日常風景。她每天白天忙於曼哈頓設計公司的高壓案子，晚上則回到布魯克林狹小公寓的工作室裏，麻木地處理着自己的作品。儘管周圍充斥着紐約這個世界之都變化萬千的城市刺激，但莉莉的心卻是空洞的。直到一天晚上，她深深地陷在破舊的沙發裏，隨意地打開了 YouTube。她的目光瞬間被一部影片死死盯住了，標題是香港 8K 60 FPS 賽博朋克與靜之境。縮圖上，夜晚的維多利亞港被璀璨奪目地照亮，背景是密密麻麻、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，像是一片閃耀着奇異光芒的寶石海洋，背後卻又緊緊依偎着沉穩的獅子山。又在誇大其詞了。莉莉一開始很清楚，在社群媒體和影片串流平台上，強調美感、過度調色的剪輯根本不罕見。以他的職業素養來說，他甚至算是精通這些騙人的後製技術。然而，他卻奇異地移不開目光，指尖仿佛不受控制般，自然地觸碰了播放鍵。各位觀眾，接下來他看到的畫面，徹底粉碎了他對亞洲城市的刻板印象。畫面中映出的是蔚藍的南中國海，在海風中穿梭的古老天星小輪，夜晚旺角十字路口那令人眼花繚亂的霓虹燈招牌，以及在極度擁擠的街道上，卻奇蹟般井然有序移動的人群。每一段影像都美得令人屏息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們是如此真實。這真的是現實嗎？驚訝、懷疑，以及一種難以言喻的感動，同時如海嘯般湧向莉莉。他的理智試圖否認，因為是高科技設備拍的影片，所以才這麼完美吧。真實的香港肯定也是個髒亂、擁擠、充滿壓力的地獄，但他的心卻不這麼想。不知不覺中，他將這段長達5分鐘的影片從頭到尾看了整整10遍。那晚，莉莉輾轉難眠，一閉上眼睛，太平山頂俯瞰的絕美夜景，深水埗被歲月浸染的唐樓，
穿梭在港島心臟地帶的叮叮車，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腦海中，揮之不去。各位，這就是我們每天習以為常，甚至嫌棄的香港啊！在一個紐約人眼裏，這竟然是如同夢境般的存在。他想親眼確認，他必須確認那些景象是否真的存在。在天亮之前，他拿起床頭的筆記本，用力地寫下了 Hong Kong 兩個字。雖然什麼都還沒決定，但他確信有某種預感正在萌芽。那些極致的喧囂與極致的寧靜共存的景色，真的存在於地球上嗎？自從那個晚上以來，那段香港的影片就一直在莉莉的腦海中盤旋。對於在紐約土生土長的他來說，大城市就等於喧囂、混亂、地鐵裏的尿騷味，以及街道上隨處散落的垃圾。在紐約，每個人都急匆匆地趕路，根本沒有閒暇去關心他人，防備心極重。那段影片裏的香港，雖然建築密度比紐約更高，卻透出一種奇異的秩序與安全感。這一定是用剪輯做出來的假象吧？儘管這麼想，莉莉的內心深處卻有着一種無論如何也無法抹去的渴望。如果那是真實的，那麼是否有一場能改變人生的體驗在等着他？這樣的直覺驅動着他。隔天早上，趁着整座紐約還在沉睡時，莉莉打開筆記型電腦，查詢了飛往香港的國泰航空機票。價格比他想象的要昂貴得多，但如果動用一點積蓄，還在可以負擔的範圍內。當他在日曆上輸入了出發日期時，心頭奇異地湧起了一股強烈的興奮感。那天中午，在辦公室的午餐時間，同事漢娜看到他若有所思的樣子，便開口問他：莉莉，你剛才一直盯着熒幕發呆，怎麼了？我有點想去香港。昨天看了一段影片，一直在腦中揮之不去，但我又擔心去了之後會大失所望。畢竟大家都說那裡現在充滿壓力，人都很冷漠。坦白地說出自己的想法後，漢娜先是露出極度驚訝的表情。香港？你瘋了嗎？那裡只是一個擁擠的金融機器，去那裡旅遊能有什麼放鬆的？但接着，漢娜溫柔地笑了。不過我覺得這很棒，莉莉，你最近一直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吧？旅行就算沒有達到預期，也一定會在你心中留下些什麼。有些城市的靈魂，是影片和新聞無法讓你體會到的。我就是忘不了在影片裏看到的景色。我覺得如果沒去親眼看看那個極度衝突的城市，我會後悔一輩子。莉莉說。旅程就這樣開始了。經過漫長的15個小時飛行，班機終於抵達了香港國際機場，赤鱲角機場。當時大約是下午3點多。莉莉從飛機窗戶看到的第一個香港景象，是填海造陸而成的壯闊機場島，整齊排列的現代化設施和跑道，以及遠處籠罩在柔和海光中的大嶼山綠色山脈。這和紐約金乃迪機場那種破舊、灰暗的感覺截然不同。走出機艙，
黏在皮膚上的濕潤亞熱帶空氣讓他心頭一緊，瞬間刺激着他的五感。各位香港觀眾，接下來莉莉的反應，絕對會讓你們感到無比自豪。機場內部乾淨得令人髮指，來來往往的人們腳步雖然極快，卻出奇地平穩，完全感覺不到紐約那種充滿攻擊性的喧鬧或暴躁。辦完入境審查，領取了行李箱的莉莉，開始依靠指示牌在機場內移動。雖然有完美的英文標示，但到處可見的繁體中文，對他來說就像是神秘的東方密碼。當他在自動販賣機前停下時，對熒幕上顯示的飲料名稱感到困惑，但還是鼓起勇氣，用八達通買了一紙盒寫着維他奶的飲料，插上吸管喝了一口。這和他在美國習慣飲用的死甜果汁完全不同。雖然對其獨特的豆香和微甜的味道感到驚訝，但心中卻產生了一種莫名的平靜感。這就是香港的味道嗎？隨後，他登上了前往市區的機場快線。聽到這裡，有些香港人可能會笑，覺得機場快線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？但對於一個被紐約破爛地鐵折磨了20年的人來說，這簡直是科幻電影裡的太空船。列車平穩地滑行，窗外展現出令人窒息的廣闊景色。宏偉的青馬大橋橫跨在湛藍的海面上。巨大的貨櫃碼頭展現着這座城市的經濟命脈，而背景則是高聳入雲、密密麻麻的住宅大樓。機車和雙層巴士在高速公路上穿梭，多麼安靜啊！周圍安靜得讓人在紐約的地鐵裡根本無法想象。車廂裡的乘客沒有人大聲喧嘩，沒有人播放大聲的音樂，大家只是看着手機或凝望窗外。在這樣的氛圍中，莉莉的心情不可思議地平靜下來。不久，列車抵達了九龍站。車站內部寬敞且如迷宮般複雜交錯，但數以萬計的人們的行動卻井然有序，令人震撼。沒有人大聲咆哮，也沒有人無禮插隊。莉莉不禁停下腳步，觀察着人群的動態。在手扶梯上，所有人像是有某種心電感應般，整齊劃一地站在右側，把左側留給趕時間的人。每個人之間保持着絕妙的距離，沒有貼得太近。他在被這種極度高壓，卻又極度井然的氛圍震撼的同時，也開始感受到香港這座城市底層運作的強大力量。離開車站後，莉莉決定前往影片中那座直插雲霄的地標——環球貿易廣場 （ICC） 的 Sky 100觀景台。不好意思，請問 ICC 怎麼走？他在車站的資訊台詢問工作人員，即使對方的工作節奏極快，但依然用流利的英文熱情且精準地為他指引路線。這種極致的效率與專業，讓莉莉深受感動。當太陽開始西沉時，那座高達490米的摩天大樓終於完整地映入他的眼簾。在黃昏的天空背景下，這座玻璃巨塔披着金色的夕陽光芒，緩緩地散發着不可思議的存在感。莉莉不禁停下了腳步。我真的來到這裡了。聳立在她眼前的建築，
散發着與紐約帝國大廈截然不同的氣息。紐約的建築是為了炫耀權力，而香港的建築卻透着一種在極限空間中求生存的堅韌。搭乘每秒移動數十公尺的高速電梯前往觀景台，電梯內部展示着關於 ICC 的建設和防風抗震技術。抵達觀景台的那一刻，映入眼簾的是香港這座城市所釋放出的毫無保留的壯麗夜景。北邊是九龍半島密如繁星的唐樓與現代住宅交織的燈海，南邊是優雅橫跨維多利亞港的璀璨遊船，對岸港島中環的摩天大樓群正閃爍着足以點亮整個宇宙的光芒，一直延伸到遠處的太平山頂。這就是香港的夜晚啊！莉莉感覺這就像是一個漂浮在南中國海上的極致珠寶盒。她心想，即使拍了照也無法傳達這份感動的萬分之一。於是她靜靜地閉上眼睛，將這景象仿佛烙印在心頭，刻在記憶的最深處。隔天，莉莉決定逃離鋼筋水泥的中心。她的目標是香港的隱秘角落大嶼山的大澳漁村。對她來說，這也是她確認這座城市是否只有商業氣息的旅程第二章。搭乘東涌線，接着轉乘大嶼山巴士。隨着巴士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駛，窗外廣闊的城市景色瞬間消失。大約1小時後，視野突然開闊，一片廣闊的泥灘、古老的棚屋和遠方的南中國海映入眼簾。那種壓倒性的反差感讓他差點在車內驚呼出聲。在距離世界級金融中心不到1小時車程的地方，竟然隱藏着這樣一個仿佛時間停滯的百年漁村。抵達大澳時已近中午，空氣中彌漫着濃烈的蝦膏味和海水的鹹味。無數建在水上的鐵皮棚屋並列的景象，小艇在狹窄的水道中穿梭，白鷺在紅樹林間飛翔。所有的一切都以只有親臨現場才能體驗的方式，強烈衝擊着莉莉的五感。原來香港真的有這麼充滿人情味與歷史感的地方存在啊！每走過一座木橋，一種遠離現實的奇妙感覺就籠罩着它。它遠離了遊客聚集的大街，走進深處的棚屋區，最終莉莉置身於寂靜和穿過鐵皮屋頂的斑駁陽光中。他看着一位滿臉皺紋的老婆婆正在晾曬鹹魚，感覺到自己在紐約累積的焦慮正在慢慢地得到釋放。各位觀眾，我們香港人自己是不是都快忘了大澳的美？我們寧願花大錢飛去外國看風景，卻忽略了自己後花園裏的這份寧靜。大澳不僅僅是美麗，它是一個超越時間，向人訴說着香港人最初是如何在這片土地上堅韌生存的場所。那天晚上，莉莉回到了九龍的住宿處，拿出她最愛的筆記本，靜靜地寫下了她的感受。大澳棚屋的古老氣息，從觀景台眺望的維港燈海，以及流淌在這座城市底層的堅韌時間，隨着墨水滲入紙頁，他感覺到香港這個充滿矛盾卻又無比迷人的輪廓，在他的心中一點一滴地成形了。第3天，莉莉注意到手機上的一篇文章。
文章介紹了深水埗一個保留着香港老城區最真實面貌，充滿基層市民生活氣息的地方。那裏並非光鮮亮麗的熱門觀光景點，而是等身大的香港人生活。莉莉直覺地想要去那裏看看真正的香港。搭乘荃灣線，在深水埗站下車，走出檢票口的那一瞬間，眼前是一條極度擁擠、充滿生機的傳統街道北河街。小小的肉攤、菜檔、燒臘店和五金雜貨店緊密地排列着。踏進市場區域，莉莉的五感立刻受到最暴力的刺激。剛出爐的菠蘿包香氣，燒臘店滴着油脂的燒鵝，與攤檔老闆用極大音量卻充滿活力的粵語招呼聲，這一切都是那段8期影片絕對無法傳達的活生生的香港。靚女，買少少試下啦！一家賣街頭小吃的攤位老闆，雖然動作急躁，但眼神卻透着善意地對莉莉喊着。一開始有點被音量嚇到的莉莉，也鼓起勇氣走了過去。Please, one portion of this。她指着一串金黃色的咖喱魚蛋和燒賣。當她接過熱騰騰的紙袋，用竹籤插起一顆燒賣放進嘴裏時，那種彈牙的口感，混合着豉油和一點點辣椒油的層次感，讓她忍不住睜大了眼睛。好食呀嘛！香港嘅燒賣係世界第一架。賣小吃的大叔看着她震驚的表情，挺着胸膛，自豪地笑了。莉莉也忍不住笑了出來。大家都說香港的服務業態度極差，整天黑面，但莉莉卻在這種粗獷的交流中，感受到了一種不加修飾的真實的溫暖。這種微小的交流，竟然能讓人心頭溢滿感動。隨後，他站在街道一角，慢慢品嘗着手中的魚蛋。在他眼前，提着環保袋的家庭主婦，剛下課穿着校服的中學生，推着紙皮箱的鳩老人經過。這個景象在任何高端觀光地圖上都找不到，但卻是毫無疑問最強韌的香港核心。晚上，莉莉回到飯店，一邊喝着冰鎮的藍莓啤酒，窗外是永不熄滅的九龍夜色，仿佛這座城市正悄悄地對她訴說着什麼。然後她在心中確信，這才是她一直在尋找的香港。旅程的最後一天，她決定登上太平山頂。第一天，她在ICC欣賞了科技與高度的震撼，但這次她想在明亮的陽光下，將香港與自然交融的全貌烙印在眼中。搭乘有着100年歷史的山頂纜車，傾斜的角度讓人仿佛要突破地心引力，高度不斷攀升，不久到達山頂的凌霄閣。踏出觀景台的那一刻，莉莉再次忍不住倒抽了一口氣。從腳下到視野的盡頭，是令人畏懼的城市密度。東邊是閃耀着玻璃反光的商業區，南邊竟然是一望無際的綠色山野和靜的南中國海。當他將目光轉向西側，密集的摩天大樓群像微縮模型般排列着，竟然這麼寬廣，這麼不可思議。這個能夠將極致的都市化、古老的歷史與原始自然景觀完美收納在同一個視野裏的奇蹟，悄悄地徹底顛覆了他過去對大都市、
這個詞的定義。在紐約，建築重視的是如何蓋得更高、更華麗，如何征服自然。然而在這裏，莉莉看到了高樓大廈之間仍保留着綠意，郊野公園與金融中心只有一線之隔。城市不只屬於人類，自然也有他們的位置。這不是抵抗自然，而是與之共存的極致妥協。莉莉不禁喃喃自語，發現自己的眼眶裏泛着淚光。它是城市，但不只是城市。在新穎中存在着古老，在極度的高壓與井然有序中，隱藏着草根的溫暖。這裏有着莉莉一直以來在紐約尋求不到的，那種名為獅子山下的靜與強大力量。離開香港前，他在機場買了一個小小的天星小輪模型和一張立體明信片。歸國前一天的下午，莉莉在旅館房間裏整理行李箱。他多次停下來打開筆記本。大澳棚屋的靜之美，從太平山頂眺望的壯麗城市與自然的共存，在深水埗市場遇到的人們那粗獷卻真實的溫情，每一個體驗都確切地累積在自己心中。我最初是被影片的賽博朋克美感吸引而來的，但留在心中的，卻是相機絕對無法捕捉到的東西。莉莉靜靜地確信。為什麼這座城市會如此觸動人心呢？這或許是因為流淌在這個地方的空氣，雖然表面急躁，充滿生存的壓力，但在骨子裏，卻是如此堅韌、包容且充滿生命力。這座城市的靈魂，抓住了莉莉的心，久久不放。在前往登機口的路上，望着落地窗外準備起飛的航班，莉莉自然地閉上了眼睛，回想起旅程中的每一個片段。然後她意識到，當初看到的白氣影片確實很美，但真實的香港比那更為深沉、複雜且溫暖。這個城市的魅力是任何濾鏡都無法概括的，必須用心去碰撞、去感受。能有這樣的體悟，是莉莉在這趟旅程中獲得的最大寶藏。即使回國數日，莉莉的心情依然平靜地停留在香港。每當她翻閱旅行中寫下的筆記本時，影片中從未傳達過的真正香港就會復甦。然後莉莉下定決心，我想將這次旅程中感受到的事物傳達給全世界的人們。作為影像創作者，她的新專案即將開始。各位香港的觀眾，聽完莉莉的故事，你們有什麼感覺？我們是不是對自己的家鄉太過苛刻了？莉莉所發現的香港，是影片無法完全訴說的，充滿了強韌、深沉的魅力。它不僅僅是華麗的維港夜景，也不是外媒口中逐漸失去光芒的廢墟，而是悄悄地、無比堅毅地存在於我們每一個香港人的生活之中。如果你也想遇見你可能已經遺忘、還不認識的香港，那麼這個週末，請放下對這座城市的偏見，用你自己的眼睛和心靈，去重新確認真正的香港。感謝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也是一個深愛香港，或者對香港感到迷茫的人，如果這段故事讓你有所感觸，請務必點讚、
分享並訂閱我們的頻道，也請在下方評論區狠狠地分享你對香港最真實的回憶，愛與恨吧。我們下次見。